因为中国禁止咱台湾石斑进口，所以农委会有承诺讲，要互囡仔营养午餐有石斑通食来斗销石斑哦。新竹县是全国头一个完成石斑采购的县市，对即礼拜开始，新竹县的各中小学学生的营养午餐，一个月是会当食到1摆的国产石斑。一大袋石斑，互人看了真想要夹一喙。新竹县的各中小学对即礼拜开始。每个月，学生营养午餐拢食会到国产石斑，真侪学生一食落去，拢话讲，佫想要加食一袋。很有精神的打包装啊，你不要装吐哦，不需要装吐啊。平常孩子可能就是在吃鱼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害怕，就是有鱼刺或者是有鱼腥味。但这是像石斑鱼的部分呢，其实有一些孩子他们平常也是会就是食用，会觉得非常美味。新竹县是全国第一个完成斑斑有石斑的县市，由农业处向供应商采购石斑，再搁透过中央厨房完成料理。新竹县部分花了2076万都由中央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全额买单最重要是看看小朋友的接受程度一样，真的是初步来看是蛮非常好的了农业处指出，除了石斑，新竹县所落来都是乌鱼产季，渔民采收乌鱼籽了后，政府把考虑把乌鱼肉加入营养午餐的菜单，让菜色更加丰富。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